在9点的时候就请立明前贤慈悲咯。感恩。本传师领任，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习导读，我们开始咯。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从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特尊视为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管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显玄以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劳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误其气于地，也不必藏于己；虑误其不出于身，也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劫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
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松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的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深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嗡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
心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松原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的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。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至迷漏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深楼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念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摩诃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松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
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的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福至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深楼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口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哀降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逊尼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高丽明洪志平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咒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致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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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点传师领任组长各位前贤大德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喽。感谢利明谢前谢利明贤，前贤带读，感谢咯，谢大家谢各位晚前安。贤，大家一起诵经，晚安。各位感恩助前的时间，感恩各位点各位传老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各位组长、各位团长、各位讲师们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再见喽！再见喽！再见喽！来晚，你好。晚安，晚安，再见喽！